宏福苑火災發生咗超過1個月，受災業主住戶對於邊一個長遠安置方案最適合自己，似乎莫衷一是。為咗全面有序咁樣收集每戶業主嘅初步意願，政府宣布透過一戶一社工全面徵詢業主嘅意見，作為政府下一步後續工作嘅參考。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指示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領導嘅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負責研究宏福苑嘅長遠安置方案，務求喺情理法兼備嘅前提之下，以情先行，照顧居民嘅個別情況同埋意願，同時兼顧善用資源，協助受影響家庭重建家園。今次嘅問卷調查係解決受災業主住戶長遠安置問題非常重要嘅一步，亦都足見特區政府對處理有關事宜嘅認真同埋重視。為咗充分了解唔同業主住戶嘅意願，工作組委託一直同災民保持緊密聯繫嘅社會福利署一戶一社工，陸續聯絡所有宏福苑業主，以問卷調查嘅形式全面收集佢哋嘅意見。目標係喺今個月中下旬得到業主嘅回應，供政府下一步後續工作參考。今次問卷裏邊嘅選項相當全面，包括會否考慮接受政府購買業權，會否希望政府容許購買全新嘅居屋或者綠置居項目單位，同埋會否接受以樓換樓嘅方式換取另一個價格相若嘅全新居屋單位等等。問卷亦都有問及政府處理長遠住宿安排嘅時候應該考慮邊一啲重要嘅原則，有助理解各個業主選擇背後嘅關注點，特別係喺預計每家每戶都有唔同嘅需求嘅時候，可以有更好基礎訂定盡量照顧大部分人嘅需要嘅方案。對於長遠安置方案最有話語權嘅必然係一眾嘅業主。政府今次進行深入嘅諮詢，做法可以話係極細心同埋非常有誠意。考慮到每戶嘅需要各有不同，先藉住問卷全面了解業主關注點同埋意向，確保最終方案可以顧及佢哋嘅意願，證明咗政府始終係將業主意願同埋福祉放喺首位。關於宏福苑嘅長遠安置方案，我認為有2點係災民同埋社會絕對唔可以忽視嘅。第一係全覆蓋。而家進行嘅諮詢係包括咗所有宏福苑嘅業主，亦都即係包括未被大火波及嘅宏志閣業主。由於宏福苑8座大廈屬整體公契，當中亦都涉及共同管理同埋共用公共設施，故此長遠安置方案涵蓋宏福苑所有單位係合理嘅。再者，宏志閣嘅居民受災程度雖然同其他災民係唔一樣，但係佢哋嘅心理狀況亦都不能忽視嘅。佢哋嘅長遠住屋需要亦都必須照顧。第二係時間性，社會現時較多人討論嘅方案不外乎以下幾個：由政府收購業權，喺大埔區另行覓地重建、原址重建等等。唔同方案各有優劣，但係我認為時間性絕對係最值得業主們關注嘅一項。翻查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宏福苑居民中37%係長者，大概34%係退休人士，兩項嘅比例都高於本港平均水平。對業主，尤其係長者業主嚟講，等待猶如煎熬。工作組提出嘅長遠安置方案，前提理應係俾業主盡快找回安身立命之所。而家坊間較多人談論嘅其中一個方案係原址重建。但係相較其他嘅方案，原址重建喺時間上係極不理想。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林家輝近日話，原址重建方案最少需時8去到9年，從居民利益角度嚟講，並唔係好嘅方案。佢特別指出，所有證據仍然留喺宏福苑，樓宇自然就唔能夠清拆。即使獨立委員會完成調查同埋發表報告之後，仲有好多保險、賠償等嘅問題係未解決，估計今年之內都未必能夠清拆。而若果真係選擇原址重建，要解決災民們等候期間嘅居住需要更加會涉及巨額嘅款項。再者，部分災民係更傾向搬離原址，避免觸景傷情。呢啲居民嘅關注必須充分照顧。相較原址重建，我認為政府喺問卷中提及嘅其他方案明顯係務實得多。
以政府收購業權為例，可以為業主提供最大嘅靈活性。喺業權交易完成之後，隨即係收取現金，既可選擇購買私人樓宇，亦都可以喺二手居屋市場購買單位。長期居住問題係立即得到解決嘅。而若果政府最終係同意回購業權嘅同時，容許業主咧購買全新嘅居屋或者係綠置居單位，咁喺選擇上嘅靈活度就更大啦。政府喺問卷之中亦都有提供樓換樓嘅選項，同政府以物換物，換取另一個價格相若嘅全新居屋單位。同意樓換樓嘅業主可以省卻處理大量金錢同埋樓宇交易嘅煩惱。政府喺問卷中亦都表明，若果業主選擇樓換樓，就無需向政府繳付差額，政府亦都唔會向業主補付任何金錢。對業主嚟講，呢個方案唔單止喺時間上較涉及興建新居屋單位嘅方案更快上到樓，而不必處理樓宇交易牽涉嘅大量繁瑣法律手續呢，更加係另一個賣點。至於喺日前舉行嘅大埔區議會會議上，有區議員提出喺大埔仲雅路西、富蝶村同埋富亨村附近嘅一幅熟地上邊興建新屋苑。今次嘅問卷同樣都有提及。據政府嘅估算，若果喺上址興建新屋苑，預計最快可以喺2029年入伙。根據區議會上嘅討論，上址嘅交通同埋社區配套齊全，對希望繼續喺大埔區生活嘅業主係有一定嘅吸引力。但係缺點就係需要等至少4年。至於喺大埔區內其他地段興建新單位，由於等候時間更加長，並唔係理想嘅選項。對於業主嚟講，方案嘅時間性係重要嘅。希望佢哋喺回答問卷嘅時候，除咗考慮情感因素之外，亦都真切咁樣想清楚邊一個方案對自己係最適合。再者，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嘅29億元嘅餘額，絕對係唔足以承擔長遠住宿安排嘅費用。政府係必須額外投入公帑，因此特區政府亦都要小心研究。我希望政府盡快推進有關嘅工作，認真分析業主嘅回饋，務必喺時間、成本同埋靈活性之間取得平衡，制定出妥善方案，以盡快俾受災業主可以放下重置居所呢塊心頭大石。